你可以说天文收到吼，咱今仔看即个表医院表，伊个范教授咱知影伊个过去的经过吼，伊家己本身的亲身体验，伊会当讲伊的过去，互咱每一个人做参考。毋过咱今仔日，咱知影每一个人吼，咱无法度像。咱互我看，咱做一个结论吼，这个业表医院表，他们做偌业表，咱每一个人来到这世间，拢有伊个业表。比如讲事业，是讲咱每一个人做啥物工作吼，拢嘛是一个业。伊个过程，咱人生的过程，拢有一个业。毋过咱个业的当中是讲过去世所带来。咱过去世所带来迄个因果业力，如果咱今仔日过这人，咱拢有求道啊，有咧修道啊，为安怎有这个业力？咱有注意了是讲较有这个业力，因为咱过去世所做的梦想，咱到这已经6万多年啦，到这已经6万多年啊，所以咱已经6万多年来吼，所以追求出到咱一期的是3期5件，大千算，有弯报弯，有受报受。所以咱今仔有机会下尾思着，会当求着道，会当修道，道的宝贵。咱人生嘛做宝贵，咱会当做会当求道。毋过咱你即世所业甲伊。业力，你来哪去啊？做完，你要安怎做完啊？咱咧求，咱互我会记咱求道进，愿就是原来的心，愿就是咱的自性本性。咱每一个求道了，求道了，都咧修，自然咧求了，才是无修啊。伊咧做事业，伊咧做伊个后天的工作。拢毋知讲道的宝贵，道是要救咱人，要回天的路，为安怎伊道经了，无感觉足宝贵？因为咱讲先后天来定，你无做嘛袂使啊。所以讲有个人业啊，所以讲每一个环境造成一个人，到咱求道了，每一个人做的。有业力来咧考的时阵吼，咱互我看会到，就是咱道清楚者，嘛咧生活足济业来咧讨啊，无咧生活足济业咧讨啊，为安怎咧修会讨？因为咱无够公正啊，咱就是无够公正啊。今仔日欠钱，你欠人别人欠人钱，你无钱，别人较要帮你算。同款咱6万多年所做的罪过错，咱。无闲人较要帮咱算，所以范讲师伊所讲的伊经验，就是讲咱来是讲咱即摆目前咱个人，业表与原表，咱有下出咧原文，咱互我会记咱师尊甲咱讲咱师尊甲讲迄个每一个人来到转世时阵，就拢有，都拢有原理啊。
有下愿哦。咱讲过去是生活道中下凡来要打帮助的哦。咱会记咱过去拢是生活菩萨，是道中下凡要来打帮助的，为安怎来到咱这世间，而且留来遮久，计着是哪？冤心做恶做。所以袂当倒转，一世一世而且经过你经着啥？经着红阳门的阴阳水了，即世过到袂记后世，嘛袂记你几百世、几千世，你嘛毋知影。所以而且做做，而且做做，到咱一、二、三、第外了，咱大家普渡，咱今仔才有法度求道，咱今仔才有希望了无？无咱才有希望了无？咱在求道进程，咱嘛有大愿，甲你讲得足清楚啊。迄个愿啊，迄个咱为咱老母另外头前咧求道的时阵，点头水要传道的时阵，咱嘛有讲是大愿的。迄是大愿嘛是当时是咱老母另外迄阵了，为遐三好的时阵，嘛是讲要打帮助结果咱讲话袂记住。所以讲愿拢无了，你愿无了，咱过去的罪无消啊。咱着爱有，你要有行功了，行功了完，才有功德，才能抵消业力啊。所以人神话讲啊，年若燕不能了然罢消缘啊。咱今仔有即个机会好啊，来修道，咱好嘛看足侪道亲，足诚心，嘛愈修愈做愈济。咱嘛袂使讲这倒歹，嘛袂使讲伊无。修啊无啊，因为即过去世所做的罪过错，当然咱即世修的即世行吼，当然你爱避免啦。所以为毋知讲你修道修啊，拢会变遮济艰苦变遮济，做愈遮济，为毋修啊。所以咱好嘛讲啊，修道是修咱即世，后世嘛要较好。毋过过去世你做的。你即世爱，行甲理解咱人咱放咧算，所以讲所以咱有即个原则，啥叫做原则？咱个原则真济啊，咱道场师傅嘛甲恁讲啊，咱师傅嘛讲爱了缘，叫咱爱赶紧了缘，行功了缘啊。咱咧了缘足济方法，是啥？道中嘛足济工课互咱做啊，是讲，比如讲伊个原则。有真济就讲忠诚天愿啦，就是财法相施啦，嘛是清口素食，食活长，开放对报警下心烦恼，这当然是愿啊，这种是大愿呢。你会当去做这个愿，做这个愿去做，自然就有功德啦。因来讲呢，因为咱无法度讲每一个人啊，伫迄个愈困穷的时阵，你愈看愈会开，讲愈会下的时阵，你后尾办道时尽量去国外开，因为国外开放的功德较大，前面就是讲有社会咧打帮助，因咱国外嘛是感觉真正有影，你若无去经过即个经验你毋知讲倒个办道好办到歹办。你伫一个国家的所在兼顾袂通啦，要去开放的时阵，一个国家兼顾袂通啦，嘛毋知看迄个医院看有，地形啊无适啊，你伫迄个国家要去开放，要甲大家讲有甲因礼节，要甲因文理班要甲因三好，要整理拢爱咱真来去好认识，这嘛是咱有机会了的机会啊。所以讲，咱每一个人咱今仔讲，你若无认真做，是你家己食亏啦。师傅嘛通讲足济啊，咱今仔足济迄个像迄个师傅讲，即个因果业力菩萨拢惊因啦，烦恼拢惊果。因为你无看着，你袂去惊啦，袂去恐惧啦，因为咱虽然来到这个世界这个生死的边缘内底拢袂去了解讲，
人生要哪去过即个迄啥？人生要安怎过即个你家己要过的即条路吼，上面就是讲你要安怎去行遮，你要安怎去修道办道，上面就是去鼓励家己。这就是咱现在，就是咱伫即个现世上会用即个业力，甲迄个原因，毋讲福慧相随。咱虽然伫遮吼，咱爱做者讲吼，修道爱有迄个信心啊。毋过咱人经过了考验的时阵吼，你敢有迄个信心？来讲，愈有信心，愈坚信，就愈有信心。愈考比愈坚信，才会成。所以讲今仔日咱虽然若无考验吼，就是安怎讲？像囡仔咧读册啊，你若无分考试单互伊，你毋知伊读到安怎。读到伊即摆册读到安怎？读到伊若无考试，伊毋知影。毋过咱修道的过程就是啊，即个业力要考，有即个业力要考啊。咱虽然是讲修10天、20天、30天，原在照考，愈清心愈好，愈清心好愈严厉。除非讲你功德有够。你有咧一直咧学，有咧做功德，咱互我讲，伫即个开放吼，伫即个开放室内吼，甚至讲你拢有咧做，所以讲咱一世修要一世行，就是安那。咱若是讲较有可能，今仔道互咱遮简单得着，下咱修一世修一世行，你甲咱过一个，你有感觉安有可能？有可能。1分2分3、4、5分，清楚成经，咱到即阵来吼，真正毋是普通人，咱毋是普通人。你若做叮叮当当，咱嘛无希望做人，人生难得啊。今仔道是三期搭好大塔公尔。咱若无拄着这三期的时阵，无搁做着人，你嘛可能遇袂到。嘛无可能啊！所以讲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咱今仔日当求着都是真正。说反正是嘛，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咱爱相信。甚至咱的三宝内，你爱相信，咱毋答应，你爱怀疑啊！对家己无信心啊！对不对？所以讲咱今仔日虽然伫道中咧办道务，咱爱从道中来通当做咱来通，真心甲做好。真心甲做好，用你的真心甲做，这偌济算偌济。这就是咱人咧做天咧活。所以讲咱尽量甲做好。所以讲生活虽然有咧时常拢有来咧参班恁拢有咧参班以后，伊咧问咱讲，叫咱一直爱了愿啦。咱虽然讲咧了愿不过咱的身体。伊是受着条条，为受着条条，从即摆过程，为求着到了伊要收，毋过即摆已经硬咧拖，艰苦病行，原嘛无方便啊，才讲多好诶时阵要收嘛，无法度收嘛，所以讲咱今仔会当讲少年犯讲师，伊甲咱讲业力，虽然业力是出可怕无对。不过，咱来知讲过去是做的这个业力，咱嘛是爱甘愿意做，甘愿收啊。咱虽然咱毋知影，毋过咱今仔拄着了后，咱才会是咱。所以咱咧会使来批评迄个西番薯迄个西北山，伊嘛讲啊，这代志我怎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？我嘛毋知影，我嘛毋知我过去是做啥物代志啊。今仔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已经改变啦。你无，我你讲你嘛毋是办法啦，你爱讲紧做啊，讲紧道理讲道了个，就是爱我有用，毋通有眼有力量，有眼有力，你的愿发愈大，愈好。讲乞食是台湾啦，啥叫乞食是台湾？咱我讲一个故事迄个乞食的台湾就是讲，
较早有一个记者吼，伊虽然无钱，毋过伊有心要做即条桥吼，足大，啊，人要过足无方便。啊，迄记者伊虽然也有分一工、两工咧分，伊虽然是讲有心要做，毋过伊有咱下台湾咯，甲上天下台湾咯，讲即条桥我甲分来开台湾。即摆下了，伊从钱分本来吼，来建立一个原会阵。因会啊，讲我这钱寄伫遮吼，啊，电工我要用你搭互我咧。啊，你原话伊就讲好哦，啊，你若是去遮搭要，你用这钱要怎？我有下台湾，你来起即条桥。啊，迄个原话就讲啊，啊，你要起即条桥，你啊，这1箍2箍咧，本要有哪人是当起会起来？啊，我这好业，我着要出，我有法度起较好啊。啊，就啊，你这去遮咧。要有心要用，所以伊甲记者讲拍过你，这钱摕着我来起就好，讲袂使。我已经下台湾话啊，我要起即条桥，啊，要迄钱吼，伊讲吼，啊，着分偌济去，啊，着做偌济，用偌济，到尾迄钱哪出去？迄就是起遮个来个。虽然咱有一个，咱有下迄个关出去吼，虽然做无到，关在也是咱有功力。咱会记过去关圣菩萨讲个。现在众生道不尽，不舍不得。结果伊敢有道尽啊？也是辛苦啊。啊，所以讲，咱有真心真力咧做，自然迄个缘有得。哦，即个缘分嘛，力量啊。你若无下缘，你无法度去消这条条。安讲，因为咱伫即个几百世来咧追过，像真正咱讲一条一条咧算。咱若无今仔讲有守着即个万道、修道、万道吼，咱头要记咧，有口有机会通去讲了无？咱嘛无机会通去讲了无？咱嘛无机会通讲啊，我要做公职啊！我就是打帮助，咱今仔就是咧打帮助，咧打帮助就是社会讲已经伫遮咧打帮助，就是咧办三者大家辅导。咱今仔有即个机会。来遮修道下课，啊打帮助，甚至会当行功了了，甚至会当修内事，从咱的脾气毛病，从咱的一寡摆来修修，啊修甲本性，会当纯善良，啊有功德圆满，啊就安尼就会当了了啦。啊所以讲，吼我因为做超市，啊前面就是讲吼，今仔日我迄个。后这机会，互咱同学来遮来报告，来超市，感谢天威师的感谢咱的电缆师，感谢咱的领领咱这前线有互我这机会来这合手安尼，感谢咱过节年有啥物要准备啊，是要分享的，咱就再分享。